嗱，最近科學界咧，咁真係對火箭啊，或者我哋講到引擎等等嘅材料咧，又對得嗰個抗磨蝕啊、抗高溫咧，又有一個進步啊！咁啊，今次呢個咧都係幾革命性嘅科技嚟嘅，即係話科學家發明咗一種咧，我哋叫做對嗰啲咩生鏽啊、融化呢樣嘢咧，就個好強嘅抗力啊！咁所以嚟緊咧，可以用個更高溫啊、更犀利嘅動力，咁咧就點樣對個渦輪啊、個運轉嘅速度、噴射引擎嘅力量咧，全部都可以提升。咁而相反咧，就係呢啲材料嘅報廢咧，就可以咧就再拉長嘅時間。咁即係話咧，令到咧我哋人類啊，即係咧對嗰個嘅物料上咧個應用咧有一個大嘅進步啊！咁呢件事咧，如果應用喺火箭引擎或者飛機引擎啦，都一定咧個效率係更好啦，同埋咧出嚟嘅效能表現咧都會更好嘅。咁啊，當然對咧人類嘅太空事業咧個好大嘅進步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要同大家討論一下，咁呢個技術啊，即係咧嗰個突破位係啲乜嘢啦，同埋究竟對我哋人類嘅啟示咧係啲乜嘢？當然咧會有和平嘅用途啦，戰爭嘅用途咧，大家都能夠估計得到噶啦，即係我哋所講嘅軍民兩用啊！咁啊陣間同大家咧剖析一下。好，咁我哋咧就先咧同咧陳博士咧傾下呢件事先。喂，陳博士你好啊！係 Larry 好啊，大家好啊！嗱，我唔知大家咧去聽呢啲叫做即係材料嘅進步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好似一啲比較沉悶嘅課題咧？咁大家唔好忘記啊！如果講得嗰個材料咧，其實佢好決定到你最後出嚟個器件本身嗰個性能係點噶嘛。咁尤其是咧，如果你講到咧，對於一啲即係噴射戰機啊，即係高超音速嘅飛行物咁，甚至乎係火箭呢啲材料，你都預咗噶啦，你整到個爆炸越勁，咁你個推進力越高咯。但係你本身自己嗰個嘅即係導彈或者係嗰個引擎嘅材料，能唔能夠承受到一個咁大嘅爆炸嚟駕馭呢個咁大嘅力量呢？你一定係需要有一個更加厲害嘅材料先能夠駕馭到呢種力量，你先至最後出嚟嗰件武器先勁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喺軍工界裏邊呢，對於嗰個嘅材料嘅突破要求係好高嘅。咁所以呢，即係好長嘅時間我哋叫做即係亦都有一班即係材料科學家，你淨係講點樣去研發一啲嘅合金嘅材料嚟攞嚟喺一個更加極端環境之下去運作，嚟到令到個引擎能夠俾出動力咧。咁係其實係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容易大家即係離開咗大家視線嘅範圍，但係亦都係非常重要嘅一個嘅因素之一嚟嘅。咁所以呢個星期我哋特登介紹一下咧，真係可以難得喺個材料上邊有一個比較大嘅突破，亦都上去啲比較重要期刊嘅結果，同大家分享一下咯。係啊，咁啊講起今次咧，佢上個期刊都有特別啦。咁啊，大家記得陳博士同大家講過，科學界裏面咧權威嘅雜誌啊，即係呢個自然嘅期刊。喂，陳博士，佢呢個研究咧，咁當然咧，我哋咧陣間都會講下，即係來自啲咩嘅科學家等等嘅嘢啦。喂，佢嗰個成就咧，係咪真係可以推對入去自然，甚至乎咧，即係你話啦，好多時即係呢啲咁嘅科技嘢咧，唔多噶嘛，即係上得去自然，上得去嘅就即係對人類嗰個嘅文明啊、科技嘅進步，肯定係一個好大嘅啟示啦。佢今次嗰個位咧，佢真係勁在喺邊度，同埋個突破喺邊度咧？嗱，如果你睇翻佢個論文嗰個題目嚟講咧，你就睇唔出，即係佢用字通常好平實、平平無奇嘅。但係就係正正因為佢嗰個潛在應用個範圍影響大咧，所以先能夠俾到佢呢個期刊先容易，即係佢願意去接受佢。嗱，佢其實個題目係咩咧？佢就係揾到一種嘅合金材料，佢係可以咧好容易將佢打造變形嘅，即係或者有一定嘅延展性嘅。OK， 然後咧亦都係佢抗腐蝕嗰個同埋嗰個抗高溫嘅能力亦都好高。其實就係咁啫，佢就係講緊有種咁嘅材料係揾到出嚟，個配方係點樣揾到出嚟。係。咁但係咧，即係行內就識睇門路㗎啦嘛。當你有人知道有樣咁嘅材料，原來佢啲參數係咁勁嘅時候，即刻就直接諗到，就喺啲極端條件環境之下應用，然之後係直接影響到乜嘢啊？軍事科技同埋太空科學。咁所以咧，亦都係因為佢個潛在嗰個即係個潛能好犀利啊！而且佢比起現有嘅嗰啲用即係現有我哋技術用緊嘅嗰種咁合金材料咧，係有一個都比
比較大啲嘅進步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個論文期刊入邊咧就視佢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研究，咁就所以就願意將佢刊登喺度啦。咁啊，如果我哋講翻即係今次咧，即係佢嗰個科技嘅進步裏面啊，其實如果我哋將佢應用咧，例如話放喺太空上面咧，係咪真係好大嘅幫助咧？佢即係嗱，就咁聽落去啊，即係講到去件事咧，其實佢做嘅嘢咧就得一兩個方向嘅啫。咁係咪真係推到極致呢樣嘢咧？其實都已經係科學家咧最追求嗰幾樣嘢嘅啫，即係咩叫做更快、更遠、更強、更高，即係其實真係呢啲指標上面嘅極致。係啦，嗱或者我哋就咁喺呢度估下先啦。嗱，如果我而家想做一個噴射引擎入邊嘅部件，嗱你知道嘅嗰啲噴射引擎入邊有個好大嘅呢啲咁嘅燃料嘅爆炸，你要頂得住，然之後能夠食得住呢個動力嚇，將前邊扯落嚟嘅呢啲咁嘅空氣用好大嘅力量向後邊掟，於是乎你就有個向前嘅推力啦，係咪？咁於是乎你嗰個即係個內燃機內部要承受一個好強烈嘅爆炸啦，係咪？即係唔好爆到個地步，連你個內燃機都爆到變咗形，咁咪即刻打柴咯，係咪？副計冇咗咯。咁然後去到火箭就更加簡單啦。大家有一齊睇 SpaceX 直播，你都知嘅。哇！由個火箭底部望上去嗰啲咁嘅噴嘴嗰啲位置，一個個好似喇叭形狀嗰啲咁嘅噴嘴，啲火就喺嗰度出㗎咯。嗰啲火我都唔可以用火嚟形容喎，嗰啲係嗰堆咁嘅等離子體出嚟嗰種咁嘅火焰，係咪？即係出嚟仲有個鑽石條紋嗰啲咁嘅形狀嘅嘢咧，你喺度想像緊嗰個火箭個底部嗰個噴嘴去承受緊一個幾大嘅溫度同壓力㗎啦。同埋當喺嗰個位置仲有非常之多嘅氧化劑喺度出現，佢承受緊嗰啲氧化劑嘅衝擊。唔好以為嗰啲氧化劑淨係同嗰啲氫氣同嗰啲甲烷燃料結合喎，周圍有乜啱佢就結合噶咯喎。所以就係話咧，去到呢啲咁嘅材料入邊啊，佢嗰個抗爆、抗溫同埋嗰個能夠抗腐蝕嘅能力咧，全部嘢都要好高，而且亦都可以喺一個咁極端嘅條件維持到佢嗰個堅硬嘅程度。你又要去堅硬之餘咧，亦都好希望就係話咧，你希望將佢塑造成為你想要的形狀嘅時候，亦都唔好太困難喎。哇！你又要去變形，又要去唔變形，又要去頂得住高溫咁樣，哇！咁你玩晒啦，係咪咁樣？咁所以咧，其實要揾到呢啲咁嘅適合材料咧，一路以嚟花好長嘅時間嘅。而家咧，你見 SpaceX Starship 嗰度個殼自己本身咪用翻不鏽鋼咯，但係你如果用到嗰啲咁嘅噴嘴位置咧，一定要用到呢啲抗高溫、抗腐蝕嘅合金先至得嘅。嗱，咁講翻嗰個論文嗰個內容啦，咁佢咧就有提到嗰個合金咧，究竟係一個乜嘢嘅合金咧？咁就係話用到一個叫 chromium， 即係如果中文就係一種叫鉻嘅呢種材料。咁可能大家咧都會有見過嘅，咁就係我哋普通嗰啲電飯煲咧都有用到呢個即係鉻嘅呢一種咁嘅即係材料嚟去鍍咗個塗層喺度嘅。咁除咗 chromium 之外咧，就加一種叫做冷門啲啦，molybdenum 或者都類似咁嘅字啦，就其實就對應翻係一個金字邊做嗰個目標嗰個木字，咁佢出嚟個讀音就係木嘅啫。咁甚至乎香港有一啲嘅上市公司咧，咁佢就係由大陸嚟香港上市嘅礦業公司，就係專係做呢種木嘅礦噶啦。OK， 咁就係將 chromium 同埋呢一種嗰個木嘅金屬，再加埋少量嘅 silicon 矽，咁就構成咗一種咧一種即係用一個我嗰個年紀好中意用嘅字眼，一種超合金。係啊，咁發覺佢嗰個嘅即係材料，佢滿足嗰啲參數滿足得幾好。嗱，傳統上嚟講咧，如果你話嗰啲火箭引擎噴嘴位置，或者係嗰啲噴射引擎入邊內燃機嗰啲位置咧，佢會係中意用到譬如 nickel， 即係嗰啲 lead 嘅金屬，嘅合金。再或者有啲情況就係咧，就係會加上除咗喺嗰個 chromium 同埋木呢啲咁樣嘅金屬之外咧，仲加埋少少 cobalt 一種叫鈷嘅呢種咁嘅元素嚟構成一個合金出嚟。咁今次嚟講咧，即係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專長啊，我就唔明大家係透過一個乜嘢方法可以揾到呢一種新嘅合金材料，亦都揾到新嘅材料比例嚟砌成呢種合金嘅。
咁喺呢度就睇到咧，佢哋即係喺佢哋個論文度即係叫做表達出嚟就話咧，矽嘅含量咧就3% 嘅啫。鉻同埋嗰個鉬嘅含量咧即係應該係鉬可能多啲，鉻就可能會少啲咁樣。具體個數字我自己都要即係唔係太清楚。咁但係好通常就係、喂你唔會盲中中咁去試嘅，因為咧你即係需要用到嗰個時間啊，同埋嗰個即係同埋試得嚟好冇方向。所以好多時咧喺實際上研發呢啲材料嘅時候咧，都要用到大量嘅。即係理論工作同埋一啲電腦模擬嚟俾佢，即係俾你一啲方向，大約知道係整一個咩配方出嚟試下先。咁佢哋做出嚟嘅效果就發覺咧，嗰個叫做嗰個成件合金嗰個熔點啊，係可以去到成攝氏2000度先至溶啊！哇！咁其實一般嘅金屬嚟講咧，幾百度、1000度就溶噶啦。咁合金嚟講，佢可以做到高啲。但係如果係做到呢種咁嘅叫做鉻、鉬、矽合金咧，去到2000度喎。哇！而且喺嗰個咧不停地被腐蝕即係不停地有氧化，即係有氧氣喺側邊燃燒緊嘅環境入邊咧，基本上佢攝氏1001度咁樣運作咧，完全唔成問題。即係話咧，你如果你話要試去熔點，咪就咁將佢加熱咯。但係咧，有時如果再試下喺其他條件，你熱得嚟側邊仲有一啲氧喺側邊去不停地係同佢撞擊作用嘅時候，咁佢就會冇咁襟㗎嘛。咁所以咧，你要真係測到佢實際用喺火箭運作時候，究竟正唔正常就係咧？你將佢提升到高溫，然之後再有一個即係氧氣喺側邊度做一啲燃燒嘅時候，睇下呢個材料嗰個氧化程度係點。原來發覺咧，1001度佢都唔係好成問題嘅。咁其實我哋而家世界上現存嘅好多火箭材料咧，即係都係捱到1000零度啦。咁然之後你見佢都可以喺1001度嘅火焰之下運作嘅，咁但係佢嗰個抗腐蝕嘅能力就會低啲咯。即係可能用得耐啲，就係會成件嘢就已經叫做氧化透晒啦。即係原本可能淨係得表面個材料表面一浸係氧化咗嘅啫，但係慢慢個氧化程度越嚟越高，就成件嘢氧化晒，最後就出現咗個裂痕，成件嘢個強度就失去咗。咁呢個就好典型我哋用嗰啲合金材料面對嘅問題嚟嘅。而家呢件嘢最犀利嘅地方就係佢個抗氧化能力咧係非常好嘅。咁所以咧喺嗰個論文入邊咧，佢就做咗更加多嘅，即係佢將佢哋測試到嘅參數話俾大家。用個顯微鏡影下入邊嗰個嘅結構係點嘅樣，同埋亦都係去即係話俾大家聽，就係佢有一個乜嘢嘅原因可以做得到個抗氧化腐蝕能力特別高咯。咁所以就即係個科技嚟講咧，就即係佢有硬淨啦，又可以變形啦。咁啊，即係抗高溫樣嘢，其實基本上我哋用呢嚿嘢咧，就擺火箭啊，擺總之全部咧係發高溫嘅嘢咧。都咁啱使嘅喎，係啊，同埋佢最重要就係咧，佢啟示到未來開展嗰個研究嗰個路向啊。原來咧，佢喺佢研究呢種叫鉻、鉬、矽合金嘅時候咧，佢發覺點解佢會擁有一個比較出眾嘅抗氧化能力咧？就係話當呢一個材料嘅面頭嗰陣鉻嘅呢啲元素，佢係面頭嗰陣被氧化之後咧，佢原來係好有效地隔絕咗其他嘅氧分子穿透咗去嗰個表面薄膜啊。於是乎佢面頭有一陣嘢保護咗之後咧，外邊嘅氧嘅離子想去穿透咗個表面嚟進入咗呢個合金嘅內部嚟氧化其他嘢嗰個可能性咧，就大大降低咗。咁呢個就直接解釋到就係點解佢嗰個抗氧化能力高咗，就係咁嘅原因咯。咁其實即係喺我哋呢個日常生活中咧，有冇用到一啲嘅金屬利用到佢表面氧化咗嗰陣嚟去令到個材料更加堅硬耐用咧？咁其實可能大家炒餸嗰隻叫陽極鑊啊，就係會牽涉到將一啲鋁嘅金屬表面嗰陣嘢氧化咗，然之後就令到佢咧成件嘢更加硬淨。咁係有呢啲例子喎。咁而家只不過喺呢一個咁嘅鉻、鉬、矽呢一個合金裏邊咧，就發覺喺呢個配方嘅條件之下，
佢嗰個表面嗰陣嘅礦元素同呢個氧結合咗之後，產生出嚟嗰個表面保護塗層咧，就可以令到佢個抗氧化能力去提高咁樣樣。嗱，咁所以咧有咗呢樣嘢之後咧，其實你了解晒原因咧，咁你相對就比較放心地知道呢件嘢點樣係正常運作。所以咧可以預見咧，嚟緊啊，即係我覺得。唔止淨係美國嘅，任何國家嘅嗰啲火箭項目啊，或者係你要整呢啲咁嘅噴射引擎呢，係會引入呢種新嘅材料嚟做嘅，然之後就可以承受一個更加大嘅推力，同埋就係可以更加持久耐用咯。係啊，咁啊，你講呢樣嘢呢，最近啊，俄羅斯又話即係佢將嗰個海燕嘅核動力巡航飛彈啊，咁就話研究成功。咁但係大家聽住先啦，即係俄羅斯嗰啲嘅學術成就同講嗰啲嘢咧，呢幾年我覺得都幾受懷疑嘅。咁但係我哋假設佢有一陳博士呢單嘢呢啲材料，哇加咗上去係咪真係無敵嘅真係？咁，但係又唔好忘記喎，你攞得嚟做巡航導彈你都唔預佢需要太襟用嘅，係啊，一運作起上嚟捱到你目的地就得㗎啦嘛。但係佢可以咁噶嘛，佢可以飛1年半載先炸你噶嘛，咁變咗你越襟咧，佢就飛得越耐嘛，可以。咁你最關鍵就係飛過1年半載，你咪嗰1年半載都不停地開住咗個引擎咯，係咪？咁如果你係純粹由得佢擺喺個太空軌道度自由自在地飛，又唔需要開引擎嘅時候，咁又唔係需要好襟用嘅啫喎，嗰個合金係咪？咁但係反而咧，你話喺其他嘅嗰啲咁嘅戰機引擎。同埋喺嚟緊嗰啲咁嘅更加巨型嗰啲火箭嗰啲計劃裏邊呢，就有一個好大嘅發揮空間。嗱，咁大家就會問啦，咁勁嘅材料，乜嘢國家開發嘅呢？哇，原來睇到都嚇親，原來就係呢，絕大部分係由德國搞出嚟嘅。但係個研究小組入邊好特別，有一個教授係嚟自呢個日本嘅京都大學嘅。哇！咁所以你見咧，真係即係德國同日本嘅合作啊，好彩冇意大利啫。OK，咁啊，即係呢個配搭咧，但係你亦都知道係嗰個工業質量嘅保證嚟嘅，咁啊非常犀利嘅嚇。係啊，咁因為你日本同埋德國都係即係工業強國啊嘛，所以講物料科技咧，兩個國家都好先進咯。咁所以佢哋科學家我諗要嗰個起點會好好多。咁你就即係佢哋個我哋成日講咧，就科學咧嗰個根底好啊，咁啊根底好咧，厚積薄發咁做到好多嘢啦，咁樣。係啊，冇錯。咁就講起就今次嗰個火箭嘅科技咧，我相信咧一路咁 apply 落去咧，即係軍民兩用都一定係好噶啦。甚至乎咧有冇機會咧喺個民用科技上面都會 apply 得到咧？嗱，暫時咧就未睇到啦，即係咁勁嘅嘢擺落民航度會喺邊個位度？不過咧我哋見咧最近民航科技咧，我哋技術集中咗邊度咧？集中咗喺耐用、安全同埋最緊要慳油。即係其實計嚟計去咧，都係個成本上面，即係包括咧維修少啲啦，可以請少啲人啦，工時少啲啦，咁啊安全度更高啦，冇咁容易出事啦，嗰個冗餘嗰個位置多啲啦，嚇咁等等啦，咁啊出發嘅，咁我相信咧就都會有幫助嘅，即係你話越抗腐蝕嘅。咁啊，明顯即係話變咗嚟緊壞啊，要換嘅嘢會少啲啦。咁啊，甚至乎咧個引擎效率都相信都係會提升噶啦。咁所以呢樣嘢，你話嚟緊會唔會將佢再微型化啦？甚至乎咧再將佢咧 downgrade 翻少少，咁啊能夠放落民用咧？我覺得係可以等待。尤其是如果係由德國同日本做出嚟嘅嘢咧，我覺得咧就將佢民用化機會可能更高。我擔心佢可以喺洗衣機內膽出現啊！而家但係洗衣機又無謂可以整到咁勁係嘛？咁但係就洗衣機就如果洗衣機成1萬蚊一部，我又頂唔順。所以我哋會再睇。咁但係當然咧，我相信嘅日本人同德國人咧，佢哋嗰種工匠精神咧，將啲嘢咧會越做越好啊。但係邊個將佢發揚光大就好難講啦。即係你話英國人、美國人，定係甚至乎可能中國大陸咧咁樣。咁但係呢個技術咧，即係問下陳博士，你覺得咧呢個技術最後嘅應用係咪最終咧都一定係有個流向嘅限制嘅？嗱，而家嗰個限制其實有咁講啦，一定要提啦。好多時嗰個核心技術喺邊咧，係喺個鑄造嗰方面。係，因為咧，你點樣確保到呢個配方嘅合金，最後喺每一個細緻部分都係由呢一個咁嘅化學結構組成咧？即
即係合金咧，你唔係話入邊啲嘢好似你即係去叫做即係點啊？去求其撈個沙律咁樣咧，將啲嘢撈勻咗就算咯喎。你係好希望入邊能夠形成到一個比較叫做有規律嘅一個結構，即係譬如你有幾多個嘅即係角嘅呢種咁嘅金屬，去以一個乜嘢嘅形式嚟同呢一個木嘅呢種金屬嚟搞埋一齊咧，有冇一個好有規律嘅結構咧？即係話你成個晶體本身做得靚唔靚係緊要嘅喎。然後嗰3% 嘅值咧係有角色喺度嘅喎。咁你係一定要能夠實現到就係、你如果即係純粹用顯微鏡睇，就只不過將幾堆嘢好似即係調味料咁溝埋一齊出嚟。意義唔大喎，你真係要將佢全部融晒喺成個晶體結構出嚟，於是乎你點樣鑄造咗成個咁樣嘅晶體結構出嚟呢？就係個核心技術嚟嘅。所以而家呢，好多時你講下呢啲咁嘅合金、啲配方、啲比例，大家都知㗎啦。問題你點樣係即係邊個攞到個專利嚟去攞到呢個核心技術嚟鑄造到個高純度同埋嗰個嘅中間個晶格嘅破損係能夠做到破損最少、完美度最高？咁就會限制咗佢呢個技術究竟可以有幾流通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好似做晶片咁，即係可能做就唔係話好大嘅秘密啊，但係點樣做得佢靚？俾到你攞張圖紙又點啫？係咪？你有冇機器嚟做，跟住佢嚟做先？係咪？係啊，即係你點樣做？俾咗機器你又點先？你自己拆完之後自己砌唔翻出嚟嘅，咁啊逆向工程唔到嘅，咁啊係咪？同埋壞咗冇 pass 換點算？係啊，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巧妙嘢啊，每一個細節咧，其實都係一個秘密嚟嘅啊！咁嗰度咧就變咗好多即係難關嘅攻破咯。咁啊，好啊！咁我哋咧呢一集啦，即係咧同大家講到就嗰個火箭引擎，甚至乎將來啦，即係可能喺軍用飛機啊或者民用飛機引擎上面嚟緊，可能有個好大嘅突破啊！材料上咧，大家真係唔好睇笑啊，因為咧人類咧其實一直都喺材料上面掙扎嘅，即係包括由古代點可以令到把劍咧即係劈得可以冇咁易斷啦、咁脆啦，個大炮鑄造點去射遠啲、捱耐啲啦，喺戰爭應用到而家咧，其實呢啲嘅部分係冇停過㗎嚇。好，咁我哋咧就喺下一集啦，咁我哋軍工開物咧再同大家介紹呢一啲更加新型啊應用咧嘅軍事啊或者民用嘅科技啊，咁我哋下一集同大家再見，拜拜。拜拜。